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健康饮食讲台语。台湾好食对我来，夜市餐厅拢厉害，世界有名是真来，乡民上爱请家牌。咱台湾的食食点心啊，实在是介出名也介好食。不过啊，就是因为台湾的物件遮尔好食，所以啊，根据国教署的统计啊，咱的国中生有3成哦，拢有体重上过头重的问题啊。所以健康饮食即摆已经变做是大家真要义的代志。那安尼啊，健康饮食相关的台语安怎讲咧？今仔日百工讲台语啊，咱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阿家，学校的健康报告出来啊，我的体重超重呢，我的 BMI 嘛伤悬。这个对话啊，定会伫咱收到健康报告的时听到。这啊，当然是因为咱的饮食习惯无好的关系咯。营养师讲啊，爱食素食，爱食糖分油脂高的物件和杏仁饮料啊，这拢会互咱愈来愈大颗哦。另外，困眠无够，嘛是体重增加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呢。这是因为咱若暗困，咱的大脑啊，会互咱选择热量较悬的食食做宵夜，互咱真紧啊，就会体重超磅啊哦。那安尼啊，要安怎食才会健康咧？人讲啊，像饭啦、面啊、胖啊，这淀粉类的物件爱食较少一寡。若煎卤的物件嘛唔通定食哦。其实啦，咱自细汉听到大汉，爸母拢会甲咱讲啊，迄饮料较莫啉咧啦，迄青菜爱加食寡啦。这话其实嘛是真有道理的。总是啊，迄讲啊，就一支长长咧。讲较济做袂到，嘛是无较抓。人讲啊，好食的拢无健康啦，健康的拢无好食啦。佮讲啊，有食伤身啦，无食伤心呢。有时啊，要食偌健康，嘛毋是干那是身体的问题啦，嘛爱考虑到心情，对无？所以啊，要安怎决定要食什么物件，嘛得爱看咱大家家己的选择咯。总是啊，每一种选择拢会有伊的效果哦。所以啊，咱爱考虑和斟酌，爱细致才对。上尾啊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学校的健康报告出来啊，我的体重超重，我的 BMI 嘛伤悬。安怎的物件爱食较少一寡？啥物爱加食寡？讲一支长长，有食伤身，无食伤心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伫学校除了爱认真上课啊，身体健康也是上要紧的啊。另外，不时讲台语嘛是真重要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，咱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